继续是论到台北市长人选参选的部分啊，行政副院长郑丽君顺利完成了台湾甲美国关税谈判任务，返来国内啊，所以大家认为功劳真大。民进党内有人希望伊会当代表来选2026年的台北市长，所以要争取连任的蒋万安伊作何感想呢？伊对这个讲法啦。伊无评论，不过另一方面，咱一看到进前的台北市长郭文哲，伊就讲到，即马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的政策，这根本是咧骗票啊！前台北市长哪会安尼讲呢？哪个议员金惠珠就讲啊，即马哪会甲百姓合作伙啊？请柯文哲你唔好乌白讲话啊！行政长对邢台亲身接机，迎接副院长郑丽君回国。台北关税总算敲定15%无叠加，回国了后嘛是无形气气。非常感谢郑丽君副院长带领的谈判团队。总统伫咧接见活动致辞内底特别讲到郑丽君，因为这一边关税谈判结果出掉，民进党内就希望郑丽君来战2026的台北市长。如果郑丽君副院长能够用内阁副首长这样子的资历跟经验，能够前进台北市的选战，这是一个非常比亮点更亮点的选择。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持续在推动各项的市政。那真正郑丽君出战，会对国民党连任的蒋万安，就算强调焦点伫咧推动市政，不过随进入2026的选举年，若被火力嘛真美。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就对蒋万安的政策，感觉伊是伫咧骗选票。完全营养午餐免费呢，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民粹的政治。好了，我也知道你在骗选票了。柯主席对各种议题都有各种说法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就算蒋万安的态度好像水，不过北市南洋议员是看不出。包括白营的县市首长候选人，都以蒋万安市长的政策为这个范本，请柯文哲自重，站在蓝白合的大前提下，不要嘴贱随便乱讲话。但站在台北市议员的立场，我们支持这样的政策，制度的采购。营养午餐的品质，还有它的营养程度，也是柯文哲主席昨天提出来的方向跟论述。被赢议员倒数以下，不过选战提名敏感的时刻，前市长这回嘛引发联想，民众党这一边敢会主题人选，台北市版图如何变动，外界继续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